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，互阮伫今仔日有好的天气，嘛通有喜乐的心，通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来领受主你的疼痛。当阮将阮的台湾，嘛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，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就通亲像今仔日的圣经，耶稣出手来医好出世就痴迷的，因为只有主你的救恩，通会当成做阮的帮助。当阮将阮所有的兄弟拢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上帝你的圣神亲自做工，来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咱伫3月初到伫现在，咱伫教会的年历中间，也就是伫教会照伫圣经的顺序，咱伫今仔日是大灾祭期的第4主日。伫大灾祭期的第4主日，咱通看见到这是一个所谓上顶喜乐的日子。所以伫讲台，咱来回复有插花，嘛详细伫今仔日通过这个喜乐的重点，和伫前几礼拜无啥共款的是，伫前几礼拜咱拢重点伫悔改的信息内底，但是这个喜乐是颠倒，互咱会当伫上帝的听内底来明白福音价值的要紧。更较重点的是，因为耶稣道成肉体伫咱的中间，带来恩典和真理。我想咱拍开今仔日的圣经，咱要做伙来看约翰福音书第9章第1节到12节。咱真多谢拄则伟民执事所带咱共读的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若照今仔日全世界普世的经课表，应该是爱对第1节一困头读到41节，也就是主要咧讲起到这个出世就痴迷的人，伊信仰的历程，对怎样来接受福音，对怎样来信仰有成长，通过安尼来看见到讲，伊领受着上帝的疼，来成做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咱将今仔日的经文对第1节只有切到第12节。这嘛是主要要来互咱看见到讲，今仔日这个痴迷的人，伊和耶稣来相拄。这个痴迷的人和耶稣相拄的时阵，伫迄个中间来产生有对话。伫迄个对话的过程内底，咱通看见到上帝咧做工。所以咱转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做伙来看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到讲，耶稣行过的时，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。但是伫第2节开始，耶稣的学生就来问耶稣讲：列比，这个人出世就痴迷，这是对治罪来犯罪，是伊本身吗？也是对伊的父母？伫圣经特别伫旧约有这款的观念，就是人若犯罪会判，下一代，甚至判到伫搁较后一代。所以咱咧读10条诫，咧讲起着上帝的处罚。上帝的处罚伫10条诫内底嘛，甲咱讲上帝会将伊的处罚审判临到伫第3代到第4代。所以伫旧约犹太人的观念中间，因有即款若囝儿有身体顶面的残缺，或者是讲有生理上、身体上的不幸，拢是代表讲这有罪的处罚。确实伫这个问题的中间，咱看起伫第3节，耶稣伫遮来解说讲，这个人毋是有罪啦，嘛毋是伊的父母来
做成伊今仔日目睭来痴迷，因为今仔日伊的痴迷是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在。所以咱会当看起就讲，今仔日伫第9章，耶稣伫遮要来行一个新约。这个新约就是要帮助这个痴迷的人会当来重新有看见。所以约翰福音书的新约总共有7个。伫这7个新约中间，真要紧要来甲咱讲起着上帝的疼。这个上帝的疼，就是透过耶稣来互咱知影讲，今仔日你若有信，你就会当去经历着这个疼。因为就亲像伫约翰福音书耶稣讲，我就是葡萄枝，天父上帝就是葡萄树。所以枝甲树连做伙的时，这代表信。那假使讲唔信，代表讲完全无关系，就无才调去领受着上帝的疼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书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这个上帝的疼。帮助这个痴迷的人医好了后，来真做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书，那如果咱有来拜5的查经班，就知影讲，约翰福音书20章的31节，一个真要紧的事，嘛是约翰福音书的重点，就是信。要信耶稣是上帝的囝。所以透过这个信，会当得到永生，也就是讲有意义的人生。所以今仔日这个痴迷的人来甲耶稣相拄，伫迄中间，咱看见着圣经内底的记载，耶稣来甲这个痴迷的人讲：你着去迄个西罗亚的池啊，水池伫遐来洗目睭。当然，伫这个正经，咱看见着圣经的记载，耶稣配烂伫土来搅，然后将这个土糊伫这个痴迷人的目睭。用咱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咱会感觉讲太遮尔无卫生，因为都配喙烂，然后都用这个土糊来这个抹伫这个痴迷人的目睭。但是伫圣经的神学中间，这代表讲开拓和创造，就是讲要互这个痴迷的人的目睭会当重新被拍开，然后透过土的象征来解说讲，这个人真说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所以耶稣主动来甲这个痴迷的人讲：你着去这个西罗亚的水池洗目睭。就那亲像耶稣是奉差遣来到伫这个世间，要互人来得到拯救共款。今仔日耶稣来找遣这个人去到伫西罗亚的水池伫遐来，互伊的目睭重新来看见着光明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这个人目睭被医好，转去伊家己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时阵，有的人唔相信，因为认为讲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但是请注意，伫今仔日这个故事的最后，互咱看见着讲。虽然有人唔相信伊，嘛唔相信耶稣会来甲伊医好，但是伫这个故事到伫今仔日的12节，咱看见着这个痴迷的人，伊真清楚知影讲，伊伫伊的人，这个人叫做耶稣。所以这个故事一直到第41节，咱通看见着讲，这个痴迷的人，伊不断咧做信仰的告别。伊真清楚知影讲，帮助互伊看会到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伫今仔这个经文，咱若转来看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痴迷的人被医好，这个人即马目睭看会到，这个人的目睭对黑暗然后即马看见着光明。如果咱若详细来看今仔这个经文的时阵，这个痴迷的人并无甲耶稣讨，无甲耶稣讨讲求你医治我，颠倒是耶稣主动来甲这个痴迷的来邀请，大声用配烂，
然后搅伫土，然后用土去糊痴迷人的目睭，然后主动地叫这个痴迷的人去到伫西罗亚的水池底下洗目睭，然后一步一步来，咱看见着，因为安尼，伊的目睭拍开，然后看见着光明。所以伫圣经的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今仔日耶稣的主动，互咱看见着一个上帝的疼，因为上帝的疼来拍开新约的出现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当耶稣主动出现的时阵，嘛是咧需要有人的信心来甲伊做回应。所以，咱看见了今仔日的经文，咱若详细看的时阵，虽然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但是目睭痴迷的人，伊主动接受到耶稣的邀请，伊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疼。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这个人以上帝的疼甲伊的信心来相拄。所以看见着新约，这个痴迷的人，圣经无甲咱交代，今仔日的圣经无甲咱交代讲伊痴迷偌久。当然，伫其他福音书有甲咱讲起着另外一个痴迷人，伊痴迷38年。但是伫今仔日，这个人咱唔知影伊痴迷偌久。但是今仔日耶稣甲伊邀请。伊用信心来回应耶稣的时阵，咱通看见着讲，这个人，伊伫最后，伊来第38节讲：主啊，我是，甚至来跟对耶稣。伫整个约翰福音书，一个关键的字叫做信。这个信真有意思。嘛是整个约翰福音书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神学的价值。这个信代表人物，这个信代表顺服。当耶稣主动来甲伊邀请，伊用人物甲顺服来回应上帝的疼的时阵，伊所得到的是上帝的恩典，伊所得到的。是伊看见着上帝的作为临到伫伊的中间，所以原本这个痴迷的人，伊对上帝的信，对头到尾，对今仔日第1节到41节，咱若有机会再转去看后续13节到41节的经文，会当清楚看见着讲，伊坚定完全归于耶稣，伊坚定透过耶稣来认捌天父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若翻头转来看，什么是上帝的疼？简单来讲，上帝的疼就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会当伫相信上帝的疼中间，来看见着上帝对咱有好的作为。所以咱咧讲律理，所谓的律理就是上帝的疼。也就是上帝透过伊的眷顾来成就咱的帮助甲瓦靠。所以约翰福音书真清楚伫第1章14节，互咱看见着一段经文真要紧。这段经文甲咱讲，伊道成肉身住伫咱的中间。耶稣是真理甲恩典。所以耶稣伫咱的中间，伊带来恩典，带来真理，就是互咱透过伊来认捌上帝。因为耶稣捌讲，若无通过我，就无才调来认捌天父上帝。所以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新约的出现，就是上帝的疼，和人的相信伫这中间来相拄。上帝的疼要带互咱有喜乐。因为这个喜乐是在地信伊的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圣经在内底，咱看见着有一个真要紧的事，就是上帝的疼借着耶稣来彰显出来。所以
这个有信心的市民人受到医治，目睭会当看见，介在伫伊的信心来领受上帝的疼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来领受着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书的背景内底，真要紧，就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唔信的人无法度去经验着上帝的疼。自然就无法度去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约翰福音书，互咱看起就讲信甲毋信，光明甲黑暗，这款真对比的信息。也就是你若今仔日有信，你就会当伫上帝的疼中间来领受着恩典。因为就是照着耶稣基督，所以咱倒来伫全世界现在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所有国家拢因为这个疫情来冲击的时阵，我想咱如果倒来咱的信仰个别来看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有一段话安尼讲，伊讲。人就是误用家己的温数来破坏人甲万物的关系。我想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伫这段将近要2个月肺炎的问题愈来愈严重，大家充满伫惊吓的中间的时阵，事实上咱唔知影要怎样，嘛事实上咱已经破坏人甲人之间。甲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昨上新的新闻，中央疾病管制局甚至出来讲，那伫家庭的内底，甚至翁某之间，或者是爸囝之间，迄款距离爱有保持2公尺。咱感觉讲，在伫家庭的中间，嘛说有需要有做这的代志，互咱感觉讲。在伫这个疫情的内底，已经人甲人的关系已经拢受到损害。所以伫3天前，伫牧师有机会咧看 CNN 电视台的时阵，看起到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叫做巴西。我唔知影大家有去过巴西这个里约叫做热内卢这个所在无？这个所在。有这个耶稣的像，这身像听讲是2007年受选是世界真要紧，而且是7大奇迹的一座纪念像。但是巴西这个国家伫3天前，因来伫耶稣的神像来拍投影片。来甲所有的国家的国旗来拍伫耶稣的身上，来代表讲，伫遮受苦难的国家，只有唯一透过耶稣基督的信，才有法度来得到拯救。所以 CNN 的电视台这个标题，伊来写讲，所有受到武汉肺炎影响的国家，求主亲自来怜悯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会当看起就讲，伫全世界，大家伫困难、苦难的时阵，大家咧敲找救恩的时，咱倒来到伫咱真基本的问题，就是到底治罪是咱的救主？到底治罪是咱的救主？什么人是咱的帮衬？是咱的瓦克？所以这张图。伫耶稣的身上来拍所有的国家，甚至伫耶稣的身上，来将所有的祈祷文拢安尼印伫耶稣的身躯顶，就是望讲透过耶稣的帮衬，会当将医治甲平安临到伫普世任何国家。各位兄弟姊妹。第3日前的 CNN 来甲咱讲，全世界已经有21万，超过21万的人确诊。
所以咱即马看新闻的时阵，你会看见着讲啊，人伫困难的中间的时阵，开始伫科技、伫价值观即款真重点的时代，伫遐一直不断咧敲找解药，或者是敲找答案的时阵，人一直袂记即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，求上帝怜悯和保守。换一句话讲，伫现在这个时代内底，就是有太侪唔信的人来拒绝耶稣。所以这个信，今仔日咱看见着这个痴迷的人，如果咱若讲较深入的意思，就是伊进入到伫耶稣的内底。这个人伊因为信进入到伫耶稣的内底，得到医治，得到拯救，得到救恩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转来反省咱家己目前的处境，咱反省咱目前所拄到的苦难的时阵，咱敢有信耶稣基督？咱敢有要入来到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来去领受上帝的疼，通过安尼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我想当下今仔日约翰福音书，特别是约翰福音书的耶稣。伊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耶稣无共款，迄个无共款，就是约翰福音书的耶稣真清楚来讲，若无通过我，无才调来捌上帝。所以囝甲爸是三连接，是合而为一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书17章，迄个耶稣的祈祷，大祭司的祈祷内底，足清楚讲，求上帝，互学生教我，亲像我甲你共款，会当合一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当咱面对着遮尔大的困难的时阵，咱应该爱透过信进入到伫耶稣基督的中间，通过认捌上帝来看见着上帝的荣耀。所以，既然今仔日咱咧讲这个信，是要帮助咱进入到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时阵，咱就爱知影讲，所有的上帝恩典，是伫信的中间，会当得到医治，得到扶持，得到安慰，得到祝福。我想伫牧会的中间，有真侪时阵面对着会友的苦难，会友常常拢会问一个问题，安尼来私底下问讲，为什么会是我？伫面对苦难的时阵，咱第一个反应拢会问，为什么那会是我？所以真正常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，拢会有怀疑这款的状态来出现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咱真侪时阵无法度足清楚知影讲，什么是上帝的疼。因为咱的怀疑，互咱无法度有认捌甲相信。我会记得有一次，咱的会友咧带院。这个会友真客气，甲伊的亲人交代讲，唔通甲牧师讲。所以这个亲人就真听先生的话，安尼真客气，一直等一礼拜后，伊的太太敲电话甲我讲，牧师你有闲无？你会当来病院一撮无？我甲问讲是发生啥物事？伊甲我讲，伊的先生已经入院一礼拜，逐暝拢困袂去，然后逐暝拢伫遐哀叫，拢咧问讲，为什么教会甲牧师拢无来？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牧师接到电话，就紧紧拼去马偕病院伫遐来甲伊做探访。
去到伫病床，伫遐甲伊安尼开讲，啊，伫遐滚笑对话中间来甲伊讲，啊，为什么你共交代讲毋通讲，啊，人就无讲，啊，你即马都爱讲，啊，牧师无来甲你看。结果即个会友嘛真古锥，伊讲牧师啊，若敬拜你来甲我祈祷了后，我过工就会当出院啊。所以我拢想讲，牧师太还未来，因为我太待遮久还未出院。我想伫即个小小的故事内底，通互咱重新去想。迄个重点毋是讲牧师去祈祷，迄个重点是因为即个会友伊真清楚知影讲，专心倚靠上帝。伫迄个信上帝的过程内底，伊知影讲上帝会听，会通过祈祷临到伫伊的心上，互伊会当紧紧来替伊。嘛，感谢主，真正甲祈祷了后，过工真正就替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，嘛是咧帮助咱、鼓励咱、来激励咱，对耶稣基督的信。会当看见着上帝的作为，对耶稣基督的信内底，会当因为祈祷，会当因为通过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看见着上帝恩典临到伫咱的中间。所以，通过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会当清楚看见着讲，伫苦难的中间，的确要来彰显上帝的作为。今仔日是大港伫大斋祭期的第4主日，咱无亲像过去几礼拜用着悔改遮尔重的信息来互咱大家转去反省，是颠倒因为上帝的听，互咱会当喜乐，会当高跳，会当清楚知影讲，因为上帝的听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伊来到伫咱的中间，道成肉身，住伫咱的内底。带互咱有真理，带互咱有恩典，因为耶稣要带来拯救。感谢主！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亲像这个痴迷的人共款，对耶稣的信来经历上帝的听。更较要紧的是，咱的信是要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伫上帝的作为内底